新疆吐鲁番市，我在一个马路上，这两边的房子建得很漂亮，颜色都一样的，但是我发现这个现象基本上都是空的，没有租出去。这个马路有7、8公里都是这样子的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建在这个地方建得那么漂亮，但是没人，估计得有上千间。我想这个怎么租不出去？他还开发那么多，开发商不亏本的吗？后面是村，这是公厕，也关门了，只有少部分的租出去了。这个还在写着营业中，但是这边都没人啊，开了店也会亏本吗？这是个物流公司。吐鲁番市总的面积将近7万公里，挺大的，有2个县，人口不是很多，才50、60万。这边的房租不知道怎么样，估计像这种门店也就是1000把花钱吧，不会贵到哪里去。这里有人晒葡萄干的，这都是被撑脸的，他们的葡萄干就这样晒啊，感觉好不卫生的哦。然后灰尘这么大，也很多烂了的。这个估计是之前租出去了，卖玉器的，但是现在门都锁掉了。开发商知道建这种地方建那么多肯定也亏本，但是估计政府会补助吧，政府也是为了政绩。这个马路的规划的挺好的，这边有树，而且也挺宽的。我现在来到另外一条马路，这是靠市中心了，但是这边门店也很多空的，逛街的人也不多。今天还是礼拜天啊，这边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，但就是没人逛街，到处都是空房子。一个城市人口少，对经济的影响还是挺大的，不单是对经济影响，还有市民的收入也少了，政府的收入也少了。这是我唯一看到一家贴瓷砖的，基本上这边都不贴。这边很多卖菜的，萝卜，这边萝卜都是圆的，这里都没城管的哦。你要是在内地，那马上就来了。这里面还有很多在建的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了。